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郭将就你来探讨日本时代描写早餐人辛苦，几拍四句连，你来甲听看卖。头一拍咱来听讲，父母生咱遮艰苦，家姐曝日面向土，报田倒替也着报，全身阮甲拢是土。对啦，早餐人炒黄啊，都爱压，毋则讲骹只伫咧曝日，有影哦，骹只平，互日头安尼顶尖下壁，拍甲安尼流汗闪电，啊面都爱向头，因为一步一步一直行倒退，黄啊安尼毋晓在条炒会落。当然你袂当打向前，啊若无头拄啊炒的黄啊，互你打了就嗨去安尼。啊，国政，即个资料倒位找的？我甲你报告，昭和4年7月，台湾警察协会杂志第145期，日本时代杂志内底所记载台湾的民谣，这正早餐人的早餐歌。过来第二拍来甲听讲，报田的钱是无软，透日带伫田中央。报田的日是真长，压了腰骨是真酸。这是真正突破讲的，无啥物形容词的。正早餐人的心声，头拄我咧讲家姐曝日，啊有影哩，透日啊，搁带伫田中央，好天好时嘛，落雨天要安怎出来炒黄啊？所以甲真艰苦，腰骨是真酸，这叫做啥？简单讲啦，3字落代表，咱就是艰苦人，就是歹命囝。讲到歹命囝，第3拍的4句连过来甲听，讲父母生咱歹命囝，也着抱田倒退行。无人亲像咱歹命，毋信庄中去探听。啊，你认真甲研究，咱咧讲抱田行倒退，秘书嘛，敢若伫咧描写，伫咧形容讲人生，人是进步，咱是行退后共款。啊，有影歹命环境较输人哩，讲甲收煞尾即句，讲无人亲像咱歹命，毋信庄中去探听，实在这是真感慨的话语呢。人若探听，拢嘛探听好诶。讲落车头免探听，咱遮的建设进步，敢若用目睭看就知影。啥物讲我歹命叫你去探听，要探听啥？所以即个诗句，即个早餐人的心声，即个日本时代4句连，值得咱来体会过去老辈经验过即种辛苦的过程。